大家好，我係 Ada，係 USIMS Career Path AI 嘅 founder。我哋嘅活動曾經幫助過超過1000個嘅學生，我哋嘅 project 亦都獲得過好多機構嘅支持，例如中大 PyCenter、HSBC、科學園等等。而啱啱咧，我哋亦都獲咗中大社企比賽嘅冠軍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哋點樣結合 AI 嘅科技同埋線下嘅活動，去幫助學生做到生涯規劃啦。我哋發現而家學生主要有兩個問題。第一就係佢哋唔識得知己知彼，佢哋好多時候咧唔了解自己嘅興趣啦，亦都冇渠道去了解唔同嘅 pathway。而第二咧就係網上嘅資訊太多啊，同學咧唔識得篩選，好多時候咧就只能夠聽人講，妄下決定啦。而 USIMS 模擬大學咧正同學去了解自己嘅體驗式學習活動。喺過去嘅5年，我哋嘅模擬大學提供過超過100個嘅課堂俾中學生，例如護理系會教同學洗傷口，中文系教同學作詩等等，serve 咗超過1000個嘅同學。舊年咧，我哋更加係聯同教大去提供咗一個1對1嘅 career counseling 同埋自我探索 session。而為咗更好咁樣幫助中學生去做生涯規劃咧，我哋想加入 AI 嘅元素，去令到學生能夠做到真正嘅 information。第一步，學生可以輸入佢嘅預計成績啦、whole line code 結果同埋佢嘅 personal statement。而第二步咧 ，AI 咧就會根據呢啲嘅資料咧去分析，提供一份佢自己嘅個人報告俾佢。第三咧就會推薦一啲大學嘅學科俾佢，例如話會有進取、平穩同埋保守嘅選擇。而第二步咧，我哋亦都會提供一啲唔同院校嘅跨學科比較，例如學科嘅收生分數啦、競爭比率同埋佢嘅特色出路等等。令到學生咧可以做到更加唔同科目嘅橫向比較。而我哋同其他傳統嘅生涯規劃嘅機構唔同咧，就係我哋嘅服務咧係更加全面，我哋嘅資訊咧更加豐富啦，同埋咧我哋嘅服務更加 long lasting 嘅。而至於技術方面咧，我哋就係用咗 LLM 同埋 RAG 嘅技術。而我哋喺過去咧嘅啱啱咧，亦都已經推出咗一個 prototype， 有超過10間嘅中學，超過100個嘅 user 咧係已經用緊噶啦。而我哋咧主要係想幫助兩大嘅類人嘅，一類咧係一啲收入比較低下嘅學生啦，因為我哋認為咧佢哋嘅文化資本係比較低。第二咧就係想幫助而家嘅大學咧去揾到一啲佢哋合適嘅匹配嘅學生，而去減少呢啲退學啊呢啲咁樣嘅情況。而而家香港咧有超過30萬個中學生，人咧會有1500蚊嘅生涯規劃津貼。咁其實咧呢個 market 咧都相對地都係幾可觀㗎。然而另外一方面咧，我哋都會收取啲大學嘅贊助費啦，去幫助佢哋做一啲可能宣傳等等嘅活動。而喺接下來嘅1年咧，我哋咧就會想有一個3個階段嘅計劃。第一個咧就係可能係做一啲 workshop 啦，生涯規劃嘅 workshop 啦，教佢哋點樣寫 SLP， 亦都會邀請佢哋去參加我哋嘅模擬大學，俾佢哋試用下我哋嘅 system。第3點咧就會提供一啲 mentorship 嘅配對，去令到同學咧有一個職涯上嘅探索。而最後咧，我哋亦都相信我哋咁樣嘅願景同埋能力，去幫助到而家嘅中學生做到生涯規劃。多謝大家。